也墾丁加流水有遊客發現高山仔的手掌斷佇咧草埔，是趕緊通報，敢是有人拍蠟才去傷到高山仔。墾管處表示講，國家公園內底禁止人拍蠟，也這已經交警方介入調查。草埔看起來怪怪，民眾挖進去看，驚一個。是一隻猴子的手。原來是長期的台灣米狗的手盤，看到的時陣也佫無定定，有可能是拄則達的，趕緊通報相關單位來處理。墾丁國家公園不是附有很多野生動物嗎？可是不是應該會受到保護嗎？怎麼會有這種事情發生？尤其發現斷掌的所在，佇咧墾丁加落水，驚講國家公園內邊有人非法捕獵，請相關單位愛注意。附近的民眾講，最近隻狗不止啊多，有可能是農民或者是居民，互狗亂甲擋袂牢，才甲因傷害。本處獲報後，已派員前往處理。國家公園內禁止狩獵，違者將依國家公園法處罰。獼猴打架或者是鬥爭，不太會有出現這種斷掌的狀況。那有時候是會被比如說像浪犬拿去捕捉咬傷的話，通常也會有撕咬的狀況，比較不會有這麼整齊的切面。推測台灣米狗保育加強準的民間團體講，對民眾翕的影片來看，確實是台灣米狗的手盤，認為應該是台灣狗被捕獵的機會較懸。墾管處講，警方已經佇咧現場採證調查，也提醒大家，台灣米狗雖然已經降級成做一般野生動物，因不依然也是受野保法的保護。若隨便捕獵被查到，相關會罰30萬。記者綜合報道。